依家咧個天都黑晒啦，但係我嘅行程未結束嘅，就係咧喺東京呢個附近，我哋有36間嘅合作門店，咁我哋揀咗一間最近嘅合作門店去睇一睇佢嘅回收流程，快速睇一睇，就唔好阻住人哋收工啦。依家好夜晚㗎已經，其實係啊，依家我哋啱啱上咗的士就飛緊過去，我哋經過坐咗的士過嚟之後咧，已經係好夜晚㗎啦，個店都就嚟收工㗎啦，個門店。咁我哋都揀咗喺36間門店之中，揀咗其中一間比較近我哋嘅門店。咁我哋就入去睇下我哋嘅回收流程係點樣嘅。好，跟我嚟啦。可以睇一睇咧，呢度都賣產品嘅，好多產品嘅，同埋啲日版嘅主要新機。同埋呢度可以上台啦，咩 AU 啊、Docomo 啊、Shopback 都可以喺呢度做晒所有嘅業務噶啦。好，咁啱我哋個客人喺度吹緊機，我哋就睇睇佢嘅吹緊機先。好，當呢個客人咧，佢就俾咗部手機嘅店員之後，個店員咧就會大概睇一睇個外觀。咁佢其實日本回收手機咧，佢得分4個等級嘅啫，睇下佢外觀爆或者唔爆，然後或者功能有冇問題，又或者佢開唔開到機，就呢4個啦，人填啦。呢個係一定要填嘅嚇。點解咧？因為佢會記錄翻個客人嘅名啦、住喺邊啦、電話號碼啦、日期啦、佢嘅職業啦，包括埋佢嘅身份證或者其他證件文件，要證明翻呢個人真實嘅存在，同埋咧佢嘅住址同埋回收個機器嘅內容。例如 iPhone 幾多啊咁樣，然後簽翻個名作實嘅。除咗呢份 form 之外咧，仲要喺網上掃一個 QR code。點解咧？因為呢個 QR code咧，店員呢邊唔係直接俾錢佢嘅，係要佢喺個 QR code 上面填寫咗銀行號碼，然後部機翻到去公司第2次質檢嗰陣時，先會再打錢俾個客人嘅銀行號碼嘅。但係咧，有一樣嘢同香港好唔同嘅地方就係咧，要恢復出廠設定，必須由客人自己親手撳呢粒掣，即係店員係唔會幫佢撳嘅。如果個客人係唔願意撳嘅話咧，呢部機係寧願唔回收嘅。呢個係同香港好特別嘅地方嚟嘅。好啦，咁好似呢個客人咁啦，填緊資料啦，下一集就可以翻去我哋公司睇下部手機。翻到我哋公司之後，我哋會第2次質檢，同埋如何打包同埋包裝翻寄去我哋香港辦公室。